醫院管理局創新求變，積極配合市民嘅需求，建構可持續發展嘅公營醫療服務。人才係醫療服務發展嘅動力。今年嘅得獎者嚟自唔同嘅職系，開展更多智慧醫院項目，提升病人嘅體驗，改善運作嘅流程，對我哋嘅醫療體系付出咗卓越嘅貢獻。今年我哋好榮幸有14位優秀青年、7位傑出員工同埋6隊傑出團隊獲獎。佢哋迎合未來嘅服務需求同埋護理模式嘅發展，將創新科技應用到臨床，造福更多病人。呢啲成就離不開所有同事嘅共同努力。期望大家再接再厲，攜手為香港市民提供最優質嘅醫療服務。今年我哋好高興收到94份提名，充分體現咗大家對活動嘅熱烈支持。遴選委員會係根據候選人或者團隊嘅貢獻進行遴選，準則涵蓋以人為先、專業為本、敬業樂業同埋群策群力。而優秀青年獎更加需要擁有成為倡導者嘅特質，能夠激勵團隊創新，注入活力。恭喜晒！林醫生貢獻咧都不單止淨係喺我哋內部運作啦、醫院嗰個服務啦，亦都係對於整個血液嘅病理學嚟講咧，都做咗一啲好卓越嘅貢獻嘅。我哋就做咗一個新嘅發現，可以診斷到甲型嘅地中海貧血啦。呢個測試唔單止比傳統嘅顯微鏡診斷更快，而且亦都有更高嘅準確度，改善咗我哋成個檢測嘅流程啊，同埋整體嘅成本。除此之外，有啲病人不停因為溶血性貧血而需要反覆入院輸血，但一直揾唔到原因。我發現佢哋喺社區入面買安眠藥，長期同過量咁服用，引致氧化性溶血。咁其實我哋都喺國際學術期刊入面報告咗啦，咁引起大家嘅關注，希望日後可以改善呢個診斷。我知道林醫生你多年嚟喺工作上面同埋喺科研上面作出好多努力。上一年嘅醫院管理局研討大會裏邊獲得我哋嘅特別嘉許。今次嘅優秀青年獎，相信係對你嘅工作進一步嘅肯定。咁呢一個高風險手術前預見服務呢，其實係先導計劃嚟嘅。咁挑選咗一啲病人之後呢，麻醉科嘅團隊覺得呢，佢係未必能夠承受到一個高風險手術嘅話呢，就會轉介俾我哋。咁就由我哋去評估，然之後呢就幫佢去做一啲康復嘅一啲訓練，希望可以喺一個有限嘅時間入邊，令佢哋嘅身體個能力得到一個最大嘅提升，然後去完成呢個手術嘅挑戰咯。作為一個康復科醫生，咁其實最緊要就係有創意，病人將來復康嗰個計劃啦，其實都係因應翻佢自己個家庭背景啦，佢自己個喜好啦，而去作一啲調整同埋配合嘅。醫護行業係一個分秒必爭同埋救急扶危嘅行業，其實個壓力都好大。咁咧，雖然阿呂醫生佢身體上面有一啲挑戰，但係佢非但冇受到呢啲挑戰所影響，而且咧轉化成一啲與別不同嘅能力。令到好多喺黑暗嘅病人咧，將佢哋帶出黑暗。恭喜呂慧祥醫生，你係一個優質嘅青年醫生，尤其喺你帶領新界西聯網裏邊嘅中西醫協作方面，你表現得非常之出色。呢個獎項係對你嘅工作一份充分嘅肯定。隨住人口老化，但係咁啱又碰着咗資源唔係咁充裕嘅時候呢，啲同事嘅挑戰都好大。其實又要更加準確咁拿捏到資源嘅分配啦。喺提升效率嘅同時，我期望我哋可以更加提升士氣，發揮到團隊嘅職能。尹醫生大家都會知道係一個好出色嘅骨科醫生啦，特別係啲創傷嘅骨科手術上邊啦，佢都係一個翹楚嚟嘅。另外，尹醫生喺其中一樣嘢，佢都有同我哋分享過嘅。好緊要就係傳承啦。尹醫生佢都唔吝嗇佢所有嘅知識同埋經驗，去將佢教俾我哋呢啲後輩啦，能夠令到我哋咧好咁去跟佢嘅 role model 去做。恭喜阿尹，你獲得醫院管理局嘅傑出員工獎。你喺醫院管理局裏邊多年嚟嘅多方面貢獻，尤其喺優化我哋骨科嘅膝關節置換手術術前服務方面，
獲得好優良嘅成績。今日你攞到呢個獎，實至名歸嘅。我哋藉住 MindSpace 啦，容讓更多嘅人士啦，包括係我哋嘅精神病患者啦、佢哋嘅家屬啦，同埋公眾咧，更加認識咩叫做精神病。另外，我哋亦都有一個願景，希望咧可以全民精神健康。MindSpace 咧係全港唯一集精神健康歷史、精神健康教育同埋 VR 於一身嘅體驗館。我哋特別希望吸引青少年同埋學生參觀，當佢哋咧對精神病冇忌諱之後咧，一旦自己啦或者身邊嘅人有精神健康方面嘅需要咧，就可以早日尋求協助，而且咧咁樣康復咗嘅患者咧就更加可以早啲投入返社會啦。我哋用 VR 啦同埋沉浸式嘅體驗咧，俾我哋嘅參觀者可以去以第一身去感受到思覺失調嘅一啲病徵，例如幻覺啊、幻聽啊咁樣。朋輩支援員佢哋本身咧都係康復咗嘅精神病患者嚟嘅，咁佢哋會分享翻佢哋康復嘅心路歷程啦。參觀者咧可以明白到咧，其實我哋嘅精神病患者都可以過啲好有意義嘅生活。恭喜青山醫院 MindSpace 榮獲醫管局嘅傑出團隊獎。由開館到今天， MindSpace 深受我哋市民嘅歡迎，相信同事們會繼續前行，做好全民精神健康。MindSpace